先睇睇財經消息，東方證券上市前暗盤價向下。根據一個證券行嘅場外交易平台顯示，東方證券暗盤價高見8個2毫1，較招股價8個1毫半高出0.7%。不過暗盤收市倒跌0.6%，報8個1，唔計手續費，每手帳面蝕20蚊。東方證券本港公開發售部分認購不足，無論認購幾多都獲足額分配。包豪斯國際上季同店銷售按年倒退1成3，截至6月底嘅首季度，集團喺香港同澳門同店銷售跌大約1成半，內地同店銷售都跌6%。期內香港同澳門自營店數目有86間，佔總店數近41%，內地就有31間店。歐洲央行認為英國脫歐對歐元區嘅影響明顯。上個月初嘅會議記錄顯示，歐洲央行認為目前經濟情況已經更趨平衡，但經濟增長仍然有下行風險。又預警英國脫歐嘅負面效應將會透過貿易及金融市場等等渠道擴散至歐元區，而且影響可能十分明顯並難以估算。當局重申準備好喺必要時採取一切可動用嘅工具，但話措施收效需時。由於唔少歐元區國債息率過低，歐洲央行預期未來買債可能面臨挑戰，大指資產購買計劃仍然係量寬嘅重要組成部分。睇下最新嘅金融行情。睇美股嘅最新表現，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跌1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升少過1點。歐洲股市，倫敦富時100指數升70點，巴黎 CAC 指數升32點，德國 DAX 指數升45點。其他消息，星期六係內地大規模拘捕維權律師1週年，當局突然公布失蹤多時律師助理嘅消息。有律師家屬話，多個人仍然冇音訊，要求當局公平處理。駐北京記者李卓軒報導。舊年7月，內地帶走維權律師同埋律師行職員等超過300人。包括律師李和平嘅助理24歲趙薇，佢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罪，但係一直音訊全無。事隔1年，天津市公安局主動公布消息，話趙薇對犯罪供認不諱，態度良好，由羈押變成取保候審。但係佢嘅代表律師話，趙薇下落不明。1年前，多個維權律師被指擾亂社會秩序、顛覆國家政權，仍然有20幾人刑事羈押。佢哋嘅屋企人一直爭取公平審訊。黃峭嶺嘅丈夫李和平代理強拆同埋宗教自由等嘅案件，被帶走之後失去聯絡。我不明白，一個強大的國家機器，為什麼一個中國的平民失蹤了，沒有一個單位出來為他負責？所以我們沒有收到任何的文書，在我們尋找的過程當中，真的是杳無音信啊！黃峭嶺都係讀法律出身，而家長期被監視。佢話諷刺嘅係，連丈夫嘅辯護律師都要由當局指派。怎麼抹黑我的丈夫，抹黑這批人權律師，心裡是明白得很。我們丈夫所做的事情是，有良知的人忍不住，你不能抹掉良知，不去做這些扶助弱者的這些事情。對於有被捕人士，佢哋嘅羈押時間長過內地刑事訴訟法所規定嘅2個月。有法律界人士就話，當局有權因應案件有幾複雜，決定延長羈押時間，等到偵查完畢先至交到去審判。無線電視駐北京記者李卓軒報導。內地成都男子傅海陸製作一款銘記8酒64嘅酒，被指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傅海陸被拘留喺成都看守所個幾月，2歲大嘅仔由太太劉天艷獨力照顧。劉天艷話一直都聯絡唔到丈夫。星期三，佢收到成都公安局發出逮捕通知書，話傅海陸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俾人民檢察院正式逮捕。佢擔心丈夫喺看守所入邊嘅生活。他們都不給他辦那個看守所裡面的那個儲蓄卡，就是銀行卡。外面的家人或者親屬朋友可以給他往裡面往卡上打錢，他在裡面就可以用那個卡上的錢去買一點點吃的呀、牙刷呀那些生活用品。他就直接告訴我的是國保不讓辦，是上面的要求下來的。傅海陸喺今年5月被捕，警方一直都冇通知家屬傅海陸犯咗乜嘢事。
符海綠曾經自製嘅呢款酒，酒樽貼紙上面畫咗多架坦克，並且寫咗8964嘅諧音，銘記8964。另外仲有永不忘記、永不放棄嘅字句。維權網報道，涉6·4酒案嘅張俊勇、羅裕富同埋陳冰，亦都喺同一日被當局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正式逮捕。無線電視記者劉偉軒報導。當親人病重，醫生都會問家人係咪要做急救。其實任何人士清醒嘅時候，都可以設立預設醫療指示，為自己臨終之前嘅治療做決定。政府多年前曾經就相關指示進行諮詢，但係一直冇立法。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有光纖之父之稱嘅高錕教授患上腦退化症13年，佢嘅病已經係晚期。近幾個月佢行路唔太穩，亦都失去語言能力。佢都話冇晒啊嘛，唔記得佢嗰啲補卡乜嘢，佢都唔記得噶咯。高錕而家仍然能夠飲水食嘢，但末期腦退化患者會慢慢失去吞咽能力，最終要靠插喉餵奶補充營養。高太話：高錕同佢一早簽咗預設醫療指示，拒絕接受只屬維持生命嘅無效治療，包括插喉餵食。你好錫嗰個人啦，咁你想佢舒舒服服走，冇你遲半年咧，好辛苦走啊，因為佢遲早都係要走噶咯。預設醫療指示並唔係安樂死，當病人嘅情況達至末期，持續陷於植物人狀態，又或者不可逆轉嘅昏迷，醫生就會考慮病人或家屬嘅意願，唔再提供維持生命嘅治療。喺香港一直都係合法。預設醫療指示就係等病者係清醒嘅時候，預先決定臨終時嘅醫療安排，包括係咪做心肺復甦、用呼吸機、開造口餵食等。佢可以個選擇就話俾人聽呢，去到嗰個階段，我唔覺得都係個生命嘅末期，咁嘅死亡嘅必然嘅結果嘅時候，我唔願意係接受一個係令到佢延續個生命得嚟，佢冇一個好嘅生活質素。政府喺2009年根據法律改革委員會嘅建議，推出一份討論引入預設醫療指示嘅諮詢文件。第2年諮詢期屆滿之後，到而家仲未立法。不過根據普通法，喺香港簽署嘅預設醫療指示仍然有法律效力，醫生要按照病人嘅意願去執行臨終嘅治療方法。尤嘉敏一出世就患有脊髓肌肉萎縮症，而家夜晚要靠呼吸機呼吸。佢話：當疾病到咗晚期，唔可以好返，死亡都係必然嘅時候，佢就唔會做只係維持生命嘅治療。呢一日，佢同父母一齊去診所簽署預設醫療指示。我覺得如釋重負咯，同埋好安心咯，即係覺得所有我自己想要點樣做，唔想點樣做，都講得清清楚楚。簽咗預設醫療指示都可以隨時改變主意，只有當病人陷入不可逆轉嘅昏迷，指示先至生效。無線電視記者林子雅報導。牛頭角迷你倉4級火，令人關注迷你倉嘅問題。有人認為迷你倉所以存在係因為香港寸金尺土，亦都因為市民崇尚物質主義。香港就有一種新嘅行業，教人捨棄多餘嘅身外物。呢個留得啊！留得嘅意思係佢係冇爛啫，但係你仲會唔會着？你仲中唔中意？好啦，唔愛啦。唔使10分鐘就揾到一大堆多餘嘅嘢。唔愛，唔愛啦。唔愛。決定全部唔要放棄原來一啲都唔易。近年本港衍生一種新嘅行業，雜物諮詢師，幫人捨棄多餘嘅身外物。80後嘅阿橙舊年開始兼職，每次提供大約4個鐘頭服務，收費幾百蚊，幫顧客執好一間屋。過去1年經朋友介紹就接咗10幾宗生意。佢話服務性質同家務助理唔同。執屋呢個服務其實喺外國好早已經有，但係香港係未流行嘅。譬如執屋，但係如果唔減少物品呢，其實你只係喺度移動緊啲雜物嘅啫，就唔係真係可以斷捨離嘅。首先就睇下了解咗個屋主嗰個情意結係喺邊度先咯。有時佢係 keep 一啲書信啊、相片啊，或者係啲有紀念價值嘅嘢，係咩原因先？你未必要 keep 住嗰樣嘢嘅全部，將啲嘢可能係數碼化咗佢。
斷捨離即係斷絕唔需要嘅嘢，捨棄多餘嘅物件，同埋脫離對物質嘅執着。近年日本都興起。環境運動委員會主席林超英話：港人要反思係咪要擁有太多唔需要嘅嘢。我哋過去嗰10零20年嗰啲樓價實在升得太高啦，結果我哋同樣嘅收入住居屋越嚟越細，咁但係你擁有嘅嘢冇少到咧，所以就逼咗去迷你倉。林超英退休之後奉行簡約生活，搬新屋嘅面積細咗80%，佢就將80%身外物，好似書咁轉贈或者抌咗佢。無線電視記者黃德蘭報導。長沙灣一座工業大廈深夜發生3級火，最少2個人受傷。現場係元州街昌發工業大廈嘅8樓，深夜11點半起火，火勢曾經十分猛烈，窗口有火舌冒出。消防係喺0時20分左右將火升為3級，出動4隊煙霧隊、2條喉並升喺雲梯救火，2個傷者送到明愛醫院治理。余浩中啊，現場消息指咧，起火嘅單位咧係一個寫字樓嚟㗎，而呢一座工廠大廈咧係有10層樓高，當中3樓咧我哋見到咧有一啲迷你倉嘅招牌。咁除咗迷你倉之外，現場亦都有消息指部分單位咧係有間做劏房出租。喺火警入面咧，我哋暫時知道有1男1女咧係受咗傷，分別咧就喺起火嘅8樓同埋樓下嘅5樓度救出，咁我哋咧送咗去醫院嗰度治理。咁我哋現場咧仍然見到啦，消防員不斷向8樓個起火嘅單位嗰度不斷咁射水，現場咧仍然冒出大量嘅濃煙㗎，啲煙一直攻到去9樓同10樓嘅單位。咁我哋會繼續喺現場跟進住最新嘅情況，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去轉睇其他消息，警方趁歐洲國家杯準決賽舉行，喺全港打擊非法賭波，拉咗20個人，檢獲近4億元嘅投注紀錄。歐洲國家杯進入尾聲，警方執行戈壁行動，喺全港打擊非法賭波，包括喺牛池灣坪石邨拉咗一個任職司機嘅男人，搜獲嘅投注紀錄達到2億5千萬。喺元朗新街就拉咗6男5女，涉及嘅投注紀錄1億元。喺港島西區等嘅5處地點破獲嘅非法賭波活動，一共有4000萬嘅投注紀錄，拉咗4男1女，部分有黑社會背景。呢個集團咧係用 WeChat 同埋一啲 WhatsApp 咧係作為一個嘅收受投注嘅。咁我哋相信咧呢個集團咧係最少會約咗3個月㗎啦。咁啊當然啦，佢哋嗰個過數嘅形式咧好多時咧都要銀行啊或者嘅提款卡自動轉帳啊等等嘅模式去過數。警方亦都喺黃大仙、上水同埋屯門拉咗3個男人，涉及15萬至到100萬嘅外圍賭注。無線電視記者李柏龍報導。有外圍莊家同戒賭中心話，賭外圍波賠率高同方式多，加上唔使事先俾錢落注，令到唔少人墮入賭海，賭波求助個案亦都有上升。每逢有重要嘅足球賽事，唔少球迷就算捱夜都要睇，亦都往往多咗人投注球賽。有外圍波嘅莊家話，歐洲國家杯決賽週期間，生意比平日嘅聯賽多幾倍。水位一定高過馬會嘅，譬如買1000蚊嗰場波，馬會買1000蚊贏800蚊，外圍可能買1000蚊贏900蚊。幾多個角球啊？幾多大定細啊？咩越位啊？嗰啲全部都有得玩。3比8到，即係我自己嚟計，1-20萬一槍都會有。賭到唔能夠自控，可能會成為病態賭徒，好似阿朗咁，18歲開始賭波，幾乎每日都會落注。最大一注試過2萬幾，因為有一個禮拜就越輸越多，咁跟住就每一晚都係可能5-6點瞓啊，因為睇住啲波。佢最後要向戒賭中心求助，中心話外圍賭波提供折扣優惠，完場之後先至埋單，吸引咗唔夠錢嘅人落注。近年因為賭波而向中心求助嘅人，由5年前佔戒賭求助人數嘅30%，上升到今年上半年超過50%，而且以年輕人居多。咁喺大型賽事嘅氛圍底下呢，好容易呢就覺得啊，即係不如都試下賭啦咁樣。咁第二種呢，就係呢，佢哋都賭咗一段時間，可能好幾年㗎啦。咁佢哋呢，就喺呢一啲時間呢，就會呢個賭注增加。佢呼籲市民如果發現自己賭博成癮，應該盡快尋求協助。無線電視記者李柏龍報道。
立法會審議改革醫委會嘅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醫學界梁家騮至少20次要求點人數，會議朝早會繼續。早晨。立法會朝早復會，先處理梁家騮提出嘅中止待續議案。泛民同埋建制多個黨派都表明反對，又批評梁家騮點人數拖延會議，令到病人、令到市民係對你呢個行為呢係極之係不齒，同埋係極之係痛恨。梁醫生無謂舉手啦，你聽下我作為病人嘅家屬。等我講多幾句好唔好？規程問題，請點法定人數。喺討論中止待續期間，唔少議員不時離開會議廳。醫學會質疑由專科學院選出嚟嘅委員會被操控，要求增加醫生互選嘅委員。但係議員張宇人話，目前醫委會入邊嘅7個醫學會代表只係由28個會董選出。我諗都諗唔明點解醫學會由小圈子28人投票產生嘅選舉結果就可以話不受到操控，由醫專自己傾出嚟選舉嘅機制就話容易受操控。我宣布中止待續動議最後被大比數否決。為咗加快會議進度，建制派喺下晝2點開始編更，務求令到議會入邊有足夠人數，亦都令到梁家騮點人數嘅次數大減。不過唔少議員仍然不時出入入。好多佢嘅工作上都有另一啲安排，約咗人啊，約咗其他市民啊、牙醫等等嘅，係非常之見到佢繁忙嘅出入嘅。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同埋政治助理等人就繼續喺會議廳外面叫啲議員入來開會。局長高永文亦都要出手，佢希望立法會集中時間審議草案。無線電視記者李慧報導。有報道話，新加坡嘅中國製地鐵列車組件同車身出現裂紋，需要回收。而涉及嘅生產商亦都有製造廣深港高鐵嘅列車。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承認，舊年已經收到有關投訴電郵，但係並未親自閱讀。嗱，我哋初步去查翻呢，就係有收過呢個電郵嘅。咁係有跟進嘅，咁嗰個呢，我哋每人都收好多電郵嘅，即係正如我嗰個地址一樣嘅啫，都會收到好多俾局長嘅信嘅附件啊，個內容係點樣？第二，佢哋事後跟進點或者有啲係咪已經同港鐵公司跟進咗呢？咁我希望我哋稍後呢，我哋盡快希望整理好啲資料，再向大家公佈嘅。運輸及房屋局發言人晚上話，局長辦公室嘅公開電子郵箱，舊年1月30號收到一個市民嘅電郵，提出對高鐵同市區線新列車嘅意見，包括新加坡地鐵列車車身出現裂紋嘅問題。嗰個市民5日之後再發電郵陳述邀請另一列車生產商嘅好處。局長辦公室職員按慣常做法，將2幅電郵轉介至局方相關組別，再由相關組別將電郵轉介至路政署。但喺轉發嘅時候遺留咗第一個電郵嘅附件。路政署收到轉介之後，要求港鐵就市區線新列車採購事宜提供資料。港鐵口頭回覆，由於採購工作進行中，未必可以即時回覆。運房局話仍然翻查所有相關檔案記錄。港鐵大部分員工今年可獲加薪至少3.7%，工會就要求加6%。港鐵大約17000個員工，今個月開始，非經理級嘅員工將會獲加薪1.85%到5.6%。港鐵話超過99%嘅員工至少加薪3.7%。另外按表現，員工分別獲發放1.15個月嘅酌情特別獎金，另外大約1/3或者2/3個月嘅工作表現獎。加班津貼由1.35倍提高到1.5倍。有3800個會員嘅香港鐵路工會聯合會喺九龍灣嘅港鐵總部外靜坐，要求加薪平均6%。大家知道啦，現時鐵路嗰個工作量啊，各方面啦，嗰個要求啊都好高。港鐵去年嗰個盈利都唔少嘅。喺咁嘅情況底下，我哋覺得員工仍然得咁低嘅加薪呢，係根本係接受唔到。工會話最快星期5會收集員工對加薪結果嘅意見，再根據員工嘅取態商討下一步嘅行動。無線電視記者簡慧儀報導。長沙灣一座工業大廈深夜發生3級火，最少2個人受傷，一個消防員不適。據報2個傷者喺出事工廈住，火警焚燒超過5個鐘，仍然未救熄。
火警喺星期4晚11點半發生，火勢初期相當猛烈，部分窗框燒到差唔多跌咗落嚟。50分鐘之後，消防將火升做3級，出動4隊煙霧隊、3條喉，並升起雲梯救火。一對分別15同埋17歲嘅兄妹喺大廈入面被救出嚟，懷疑吸入濃煙不適，送到去明愛醫院治理。佢嘅爸爸話：佢哋住喺發生火警嘅樓層。佢上去係喺嗰度住噶嘛？佢上去係咩樓層？喺嗰度。佢有個倉喺嗰度噶嘛？佢從查迷你倉都冇用㗎，但係最主要一樣嘢就係有冇人住上高，劏房多的是，你全香港都係㗎啦。究竟你政府做唔做得到嘢呢？一個消防員亦都唔舒服，送院嘅時候清醒。喺火場對上一層樓嘅租戶話，逃生嘅時候好大煙，一度想走都走唔到。工廈嘅保安員話試過救火，但唔成功。我出去嗰陣時咧，就外邊咧都係有啲煙啊，咁跟住咧出到去嗰個樓梯口咧就好大煙㗎啦，已經係即係已經係落唔到去。撳密碼撳落就開門咯，開門就入去，見到火光，我攞啲消防筒上去就唔得，行樓嗰度走翻轉頭。好猛㗎啦，嗰個時候火勢好猛㗎啦。現場係元州街昌發工廠大廈嘅8樓，消息話起火嘅單位係寫字樓，同層有儲存嘅倉庫。起火嘅工廠大廈同附近嘅元州村只係一街之隔。喺火警期間，濃煙一度波及附近嘅民居。無線電視記者李柏龍報道。咁記者李柏龍仍然喺火警現場，火勢受控未啊？咁猛烈，煙呢亦都係比之前細咗。咁喺煙細咗嘅情況底下呢，我哋都見到起火嘅樓層啦，啲窗框呢都係燒到呢彎曲晒㗎。咁而家消防呢係繼續向起火嘅樓層不斷咁樣射水。我哋都見到呢有消防員呢係去過8樓嘅樓層啦，起火嘅樓層嗰度從內而外呢咁樣去射水㗎，亦都有打爛過一啲窗，相信呢係有助呢個空氣流通。咁目前呢，我哋都未知道呢起火嘅原因，相信呢仍然有待呢消防稍後時間呢先再交代。咁我哋會繼續喺現場跟進住最新嘅情況，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啊！轉睇其他消息，台北松山火車站一列火車爆炸，25人受傷。警方喺車廂發現鋼管爆炸品，負責反恐嘅國土安全辦公室派人到現場。交通部長林全被問到事件係唔係恐怖襲擊嘅時候，話暫時不宜作判斷。發生爆炸嘅車廂煙塵四散，一片凌亂，乘客物品散落一地。車廂爆炸之後起火，火車停靠喺松山火車站之後，火勢被撲滅，不過仍然濃煙滿布。多個乘客皮膚灼傷，亦都有人頭髮燒焦。我是坐在博愛座，手起水泡啊！我頭髮都着火啦！傷者分送台北多間醫院治療，多數係灼傷，幾個人傷勢較重，要喺深切治療部留醫。事發喺夜晚大約10點，由台北開出嘅區間列車前往松山車站途中，一節車廂爆炸起火。警方喺車廂發現一個長約15到20厘米嘅爆竹，正調查係咪人為引爆。我看到的是在座位的上面，座位上面對有爆竹，對，有個爆竹，長形的那個爆竹，大概多大？看到是這麼一截，對。行政院長林全表示關切，內政部成立緊急應變小組應對。無線電視記者姚嘉欣報導。超強颱風尼伯特逼近台灣，暴風圈已經覆蓋台東、屏東等東南部地區，預料之後將會籠罩全台，帶嚟狂風暴雨。尼伯特嘅暴風圈逐漸覆蓋台灣本島，各地風雨逐漸增強。台東首當其衝，夜晚開始落雨，夜市雖然繼續營業，不過人流比平日減少。花蓮嘅雨勢夜晚亦都增強，蘭嶼錄得15級嘅陣風，強風吹倒電線桿，全島夜晚停電，1700戶受到影響。
尼伯特嘅中心風速高達每小時200公里，隨住尼伯特逼近，七星潭海面日間已經颳起大浪，一個男人被浪捲走，由直升機救起，不過送院之後不治。但有遊客就唔理危險，特登嚟到觀浪。怕是有一點啦，可是要經歷過才知道多大的風啊！宜蘭海邊嘅飯店嚴陣以待，喺門口架起木板同堆沙包，入面又加裝鐵板，防止海水湧入。漁港附近嘅店鋪亦都提早閂門。當局加緊疏散民眾，派軍人到高雄山區接走居民。台灣氣象部門話，尼伯特嘅移動速度減慢，預計星期5朝早將會正面吹襲台東一帶，全台灣都會有狂風暴雨，其中台東、花蓮等地陣風高達15到17級，花蓮嘅雨量達到500毫米。受到風暴影響，星期5台灣本島停工停課，陸空交通受阻，高鐵全日停駛，台鐵西部、東部幹線等多條路線亦都已經停駛，10幾條公路有路段封閉。台北同新北市嘅巴士亦都全面停駛。無線電視記者姚嘉欣報導。受風暴影響，有幾十班來往香港同台灣嘅航班取消。喺本港機場嘅航班顯示屏，有來往台灣嘅航班取消或者延遲。華航亦都張貼通告話，多班來往台北、台南同高雄嘅航班取消。台北桃園國際機場網頁晚上顯示，由香港飛到台北有19班航班取消，包括國泰、港龍、香港航空、華航同長榮等等嘅客機。至於台北出發嚟香港嘅航班，至少有17班客機取消。根據機管局網頁，有最少9班來往香港同台中嘅航班取消，包括華信同港龍客機。內地華東沿海地區加強戒備，應對超強颱風尼伯特。預料尼伯特吹襲台灣之後，星期6上晝喺福建登陸。尼伯特來勢洶洶，上海市防汛部門要求沿江沿海地區嘅民眾疏散，船隻避風，工地要加固棚架，交通亦都受影響。上海鐵路局停售星期5之前部分前往廈門同福州等地嘅車票，旅客到車站辦退票手續。福建嘅陸空交通亦都受阻，部分動車停運，航班取消。福建所有漁船啱啱之前已經全部回港避風，海邊嘅旅遊設施亦都已經關閉。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劉怡翔承認6年之前政府宣布收緊按揭成數之前買入2個單位，並獲銀行承做7成按揭。由於佢時任按揭證券公司總裁，冇向金管局申報承做按揭係疏忽，但強調唔涉及利益衝突。政府2010年8月中推出多項調控樓市措施，包括將非自住物業嘅按揭成數由7成降至6成。當時任職按揭證券公司總裁兼金管局總裁委員會成員嘅劉怡翔發聲明承認，政府宣布措施前唔夠1個月，喺7月21號同埋25號簽訂臨時買賣合約，買咗2個住宅單位投資，並獲銀行承做7成按揭。4日後先首次獲告知，金管局計劃有新一輪調控樓市措施，按揭證券公司需要修訂按揭保險計劃，但佢唔知道其他內容。到8月4號，佢簽署正式買賣合約。9日後，政府收緊按揭成數到6成。根據土地註冊處嘅資料，劉怡翔分別以618萬同埋998萬元買入呢2個單位，以7成按揭計算，佢合共要俾嘅首期較做6成按揭少162萬。劉怡翔話有向金管局申請有關物業嘅交易，但承認疏忽，冇申報已承做按揭，強調唔涉及利益衝突，亦冇因為公職而獲取任何金錢嘅回報同埋個人利益。佢夜晚離開政府總部時重申，唔存在偷步買樓。我去做嗰個按揭，做嗰個買賣嗰時候，呢啲臨時合約嗰陣時候呢，係當時嘅條款係7成嘅條款。而我係完全係冇利益衝突，我冇需要係話因為我係金管局嘅職員，所以我咧就話因為我要避嫌，我冇嫌可避噶嘛，出招嘛，係咪咁樓價？係咪？咁你會以為你啲樓價會升定跌啊？當時我知道，如果我當時我走去取消買賣合約，咁啊更加係咁嗰個時候咧，我就真係用我個叫內幕消息嘅。
金管局亦話，劉怡翔當時並唔知道有關措施嘅內部討論。根據當時規定，佢喺房地產交易後嘅7日內要向金管局嘅總裁申報，但佢喺交易完成後10日先至咁做。而借貸超過10萬元都要申報，但係金管局冇收到佢申報承做按揭嘅貸款，會進一步跟進。無線電視記者張家豪報導。有立法會議員認為劉怡翔知道按揭成數可能會收緊之後，應該避嫌唔承做7成按揭。佢係喺得悉嗰個按揭嗰個政策係改變嘅時候呢，仍然係進行交易。點會係疏忽呢？佢仲記得去簽約嘅喎。作為一個公職人員呢，應該避嫌。阿劉生佢買樓嘅時候，佢已經知道嗰個信貸嘅政策咧，按揭政策會有改動啦。佢知幾多咧？佢冇申報到，係真係忘記咗，抑或係故意隱瞞咧？咁啊，金管局有咩程序調查咧？我諗都要金管局嘅高層交代。